有白话的台语，文读台语。通常都是查那个文言文读台语，这是读经书的声音啊，文言啊，文言音啊，读书音啊，都叫文读台语。病人不通。好东西但是不通。在连线中，还没有听到声音，然后不念。有声音了，怎么那么小声啊？这，白哦，现在白哦，白鸡叶哦。白的白的呢，文言音、读书音是白，白丝龙，白丝龙就是白居易，鸟巢禅师渡白丝龙，这是渡白居易。鸟巢禅师也有叫鸟窠禅师。